1799啊，1799，哇，好平的一款法棍包包，复古款啊，素人或者買給媽媽都 OK 啊。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 1000啊，1799，法棍包包啊，1799啊。有粗正啦。嚟啦！咁咧問一下咧大家嘅意見啊。好，問一下大家嘅意見。有3個色嘅，隨機速嘅，1蚊嘅優惠咧，係啦，今晚咧我哋咧會抽3個朋友仔出嚟嘅。一陣間咧，我哋咧係啦，仲會咧再咩啊？想問大家，想打 number 快搶啦，定抑或咧隨機抽啊？對呀、打 number 嘅打個1字，隨機抽嘅打個2字，這幹嘛的？沒事。還有一個黑色在哪裡？打 number 鬥快搶嘅打個1字啊，隨機嘅打個2字，快啲！高潮來啦！只有3位朋友仔啊，要有分享，要有留言嘅先可以咧呢一個咩啊？哎呀，他們都打1，都想要打 number 係咪？他們要打 number 啊。好，最多。我俾1分鐘時間你哋咧嚟啦。1號打 number， 2號隨機抽啊！好，1號打 number， 2號隨機抽啊！俾1分鐘投票。小幫手去統計一下1號多定2號多啊？嗯？而且1號是最多的，你看上面一整排全是1呀、全部都是1是最多，那全部1吧。真的全部1。那你們不要離開，準備好手機，網絡別卡住了啊！只能按第1位呀、我唔會讀出嚟，但係我會打咗 number 上去先啊！哇，看着啊！做好晒分享未？做好晒留言未啊？大家好，唔使再打1同2噶啦。應該咧係1號打 number， 係啦，因為應該咧係1號打 number 嘅比較多啊。咁你哋咧係啦，都想打 number 嘅，咁咧就打 number 搶嘅，只能夠咧係啦，頭3位嘅朋友仔先可以搶到呢一個1蚊嘅優惠嘅，明唔明白？清唔清楚啊？大家明白清楚未啊？明白清楚就開始噶啦，清楚嘅 OK 嘅打個 OK 人，準備呢一個咧激烈嘅時間嚟啦。OK 嘛 OK 嘛，大家千祈咧係啦，先去留言啊！如果你冇留言，就算一陣間你搶到嘅係啦，我哋個禮物咧都唔會俾你嘅。如果你有咧喺我哋個鋪度同我哋互動啦、分享啦、留言啦，咁啊今晚咧你哋咧搶到1蚊嘅優惠，就可以1蚊買到個包包走噶啦。好，講一下啦，咁呢一個咧係 Gucci 嘅，雖然咧係搶啦、送啦，乜都好啦，咁啊都係咧講解一下啦。黎姿皮嘅呢一個咧 Gucci 嘅呢一個 WOC 啦，邊角全部都係靚仔嘅，係啦，咁啊打開呢一個咧入邊。一個咧大嘅兩邊嘅卡位啦，後邊都有卡位嘅，
跟住咧係有拉鏈嘅 ，OK， 係啦。咁我哋咧顏色咧會隨機出俾大家嘅，超級好用嘅，條鏈咧係咧鏈拼皮嘅，OK。咁呢一個咧係大象灰色啦，跟住咧有呢一個黑色㗎，跟住咧仲有呢一個咧粉紅色㗎。好，大家一齊睇熒光幕嘅啦 ，OK。我上 number 打價錢，你哋咧就自己打 number 噶啦。最快嘅頭3位朋友仔就可以攞到我哋1蚊嘅呢一個咧搶購噶啦，只需要俾1蚊，你就可以咧攞走個包包噶啦。好，嚟啦 JF。上咗 number 啦，大家齊望住個熒光幕啊！好，上咗 number 啦。